點睇小鵬汽車同埋理想汽車嘅走勢啊？啱啱咧今日咧就又印得出嚟啦，最新嘅資料俾你啊！呢啲咁嘅資料咧，我話俾你聽，全香港冇任何一個財經平台而家即刻可以幫你講㗎。最快係邊一個平台？就係我哋嘅平台啦。造車新勢力理想汽車5月18日，即係由5月12日至到5月18日咧，賣咗9241部。排第二嘅咧係零跑7495部，第三嘅咧就係小米7157部。咁啊第四嚟講咧就係 ION 啦，而家真係慘啊，賣得5819部。ION 2-3年前嚟講，每個月都過萬㗎，以前而家唔知點解越捱咧就越慘嘅。其實以前嚟講咧，ION 嘅數量咧比小鵬咧多出5倍都有嘅。但係今時今日小鵬排第5，緊貼住佢喎，58007部，少佢12部啫喎。以前咧就差4倍，而家就少你12部。咁嗱，第6名就係蔚來啦，4242部啦，跟住極氪咧就係第7名啦，3641部。頭先都話俾你聽，理想汽車暫時嘅銷售量咧係第一，即係唔計呢個比亞迪啦，因為比亞迪唔係造車新勢力。我頭先所講嘅咧係造車新勢力。理想汽車啊、零跑汽車呢啲咧都暫時個股價咧都係叫做有一個支持喺度嘅。